后来过来是这个宜兰罗东银河百家乐游艺场爆发的群组感染，有4个员工一个人客来确诊，今仔日佫增加3个接触者来确诊。宜兰今仔日嘛针对着公共场所全面来消毒，县长林姿妙嘛到民生市场来看防疫的作业。但是，就算一直在消毒，附近摊商的生意也是受到真大影响。有业者讲，这个生意是大减8成。清洁人员全副武装喷消毒药剂，宜兰罗东发生群聚感染，县政府唔敢放松。今日透早针对停车场、转运站、车头、学校甲社区公用区域，拢陆续进行地毯式的消毒。宜兰县长林姿妙嘛来到民生市场巡视，看他们的防疫措施有没有做得好。如果呢没有戴口罩的，屡劝不听，我们就会开罚。因为有疫情，就算有消毒，附近摊商的生意嘛是有够歹。差8成。我今仔剩2成的人客就对了。我从小吃到大。对啊，没有看过那么少。没有。爆发5例本土个案的银河百家乐游艺场，嘛配合卫生局进行机动消毒。伫即间上班的暗号1202甲暗号1211，拢是由同一位女医师通报，进一步采检才确诊的。年轻人的活动范围都会比较大，那生活的就是形态也会比较多彩多姿一点，所以我们对于他的工作内容会问得比较仔细一点点。加在这个医师警觉性较悬，叫做及时做出因应的措施，防止这个疫情继续扩大。